即马有诶新建案为着要有关厝价，所以公共设施诶比例嘛扩大，有诶甚至做甲40%，根本就是开钱咧买遮诶公共设施。所以内政部宣布2大对策，一个是停车空间诶登记制度，若无买车位诶就免负担车道诶钱；第二就是要限制公共设施诶比例爱降到25%至30%。民团是对这改革表示肯定，不过嘛认为安尼实在对厝价影响有限。民众看厝都来考虑地段、生活机能、厝价，其实也真晓去公设比，尤其即马真侪建案公设比卡袂到40%，民众反弹实在伤过悬。如果我买40坪的房子的话，里面再住只能20几。然后2房1厅根本就不够啊！没有买停车格，但是你还是要负担车道的一些部分面积，你会觉得这样子不合理，应该要解决啊。为要避免公设伤过悬，内政部宣布西平改革方案2大策略。第一是改进停车空间，重新定义做专有部分，各户独立产权。第二，改进用值计算，除了将一般电梯改放伫免价用值，也增加管委会空间以总用值1%做标准。未来公设比有希望降到25%到30%。第一个是从这个车道公设的这个计算还有登记，第二个就是从免计容积的部分来进行。那我们预计大概可以降低大概5%到10%这个公设的一个比例。内政部表示，就是希望让停车空间甲居住公设明确区分，无买停车位的人都免负担车道的面积。民间团体肯定改革方向，应减少无必要的公设甲虚平，让产品资讯更加透明化。背后隐含的是这个容积不要钱，拿到不要钱，可是它可以当钱卖给消费者。其实很多大厦就有一些用不到的公共设施，或是用不到的大厅、用不到的会议室等等。有些东西我不需要的话，就不要把它灌到我的价格里面。裴永凯表示，未来应避免建商用管委会空间的名义包装做非必要的5-6高级空间，让消费者开钱负担。不过，也并别表示，公设比降价对厝价起价甲落价影响有限，因为关键伫总价，建商依然应将公设成本附加伫厝价总价顶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